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6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代替本地马庄有人民辨识的监视器，却因为运输的记录先来暂停。联合国上新的报告指出，台湾伫美中贸易战内面是得到上济贸易转大利益的。伫台中大雅海事消防员的铁厝工厂，却发现讲无关店也伫继续营业，而且唔交罚金。交通部铁路局伫丰原火车头开卖2600万做一个智慧型影像监控系统，其中也有人面辨识的功能，会当主动来过滤黑名单，却引起侵犯人权甲个人隐私的疑虑。代替先来宣布讲要来暂停，不过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讲，人面辨识监控要有在法律做基础的情形之下，才袂来影响到人民的这款问题。火车站内外为广场到卖票所在，旅客大厅到柜台上，总共有200控制机监视器，无时间掌握每一个所在。这是交通部铁路局伫代替丰原站智慧型影像监控系统，目的是维护旅客安全，透过参数设定，除了找出犯忌的物件，也及时帮助需要帮助的旅客。有旅客在这里购票停留太久，旅客购票停留太久，他会去帮他做服务，对，会做一个处理。这套影像监视系统有事先预防甲主动协助功能，不过其中人面辨识系统透过进出车站公共空间得到影像，建入资料库大数据后，黑名单上人物只要出现在镜头前，就看现民众无共款的看法。我会觉得说会不会出入哪里，好像就是可能资料就会被可能传递出去这样。那临时在赶车之类的啊，可能就直接过去那边做人员辨识，辨识完 OK 就确认就直接可以进去了。这系统引起治安甲侵犯人权争议，代替局发声明暂缓这套测试系统，紧急法庭也定称只限在公务用途。它其实操作前线都有规定的，所以它只能就是说它的使用单位它去使用，而且这个部分都是限于公务。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智慧型影像监控系统工程的人面辨识功能先取消，一定要确保未侵犯隐私权。在司法性的前提之下，那就不侵犯可能有个资疑虑，或者是这个隐私权的问题这个部分才来推动。那其他的部分可以先取消。代替三港会指出，这车站开2000多万，设监视系统，不如将钱用在解决人力不够问题。相较于现在这个人力不足的状况，其实我们反而是认为说，这个经费拿来补足人力，其实效果反而是更好，而且搞不好经费还不用这么多。建立这套系统的本意是要主动提供运输安全甲防止败马，不过人面辨识功能被外界批评，甲中国正建立的天眼系统同款引发人权争议。铁路局表示，目前丰原车站也在测试阶段，人面辨识功能渐慢实施，不过其他11项相关设法性甲如何整合资料库，会个讨论沟通。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维护民众的安全，火车头在未来可能拢会装影像监控系统。人权团体也批评讲，这是侵犯了人民的隐私，也烦恼讲台湾会走向中国迄款全面监控的社会。不过，也有律师来讲，若是用在犯罪调查，会当有限度的监控。不过，也要考虑到比例原则，也要有法律来证明才徛会掉。中国全面打造天网监控工程，全面进行人民监控，将人民甲车牌对号入座，掌握人民一举一动。考虑车站公共安全，预防车站随机伤人事件。铁路局伫台中丰原车站开2000万试办智慧影像监控系统，也纳入人面辨识甲黑白名单，引起人权团体批评。台湾要走向中国的全面监控社会。随机杀人的事情，是不是可以真的透过这样的一个人脸辨识系统，可以事先预测出来谁是可能的犯罪者？我觉得这恐怕是要打上问号的，更全面性的去侵犯每一个人的隐私权，去把每一个人都预设说，你可能就是潜在的犯罪者，你就是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嫌疑犯。台宽会烦恼，一旦实施车站监控，加上未来推行的数位身份证，政府应全面控制人民的行踪，开数千万打造监控社会，不如提钱补偿代替真的。不过，有律师认为，车站是公共场所，在维护公共安全利益、甲保障隐私个资之间，关键是不是符合比例原则？某一些特别的事件而需要
启用监视器的画面，并进而就监视器的画面做人脸辨识，来确认犯罪嫌疑者的身份，这是可以的，也是合理的。没有任何犯罪的前提之下，这样的行为可能就欠缺合理性了。律师指出，如何判定旅客异常行为，监控的法官依据各伫倒位，并不是由代替铁道局来判定。监控外面的吊向，或者是无小心外流，都应该做好把关。各法会目前就现有的雇主保护法，是不是符合欧盟相关规定进行全面检讨。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日出席后备军人辅导工作会议，感谢后备军人踏入救灾，社会也爱给肯定。洪认为是去背拿赢的条卡。政府风声讲，伫咧后礼拜四，蔡总统就要公布副手是谁，蔡落来配好亲像也已经确定啊，也得到独派支持。民进党党主席杜英泰也讲，无正式的时间点，也强调讲副手是总统的职权，颠倒是对不分区的命大是真烦恼。总统蔡英文头一摆主持108年后备军人辅导工作会议，甲500多位后备军人干部讲话，佮表扬优秀的辅导干部，感恩鼓励，嘛争取支持。现役和后备军人本来就是一家人，身为三军统帅，对于后备军人的照顾，我一定会做到。后备军人制度的改革，现在正在缜密的规划当中。你们为了国家所做的奉献和付出，我会努力的让更多的国人同胞知道你们，肯定你们，支持你们，成为你们最好的伙伴。蔡英文感谢后备军人投入救灾，选情难得出席后备军人的活动，嘛有抢功拿赢票源的意思。即马蔡总统要求连任，顶礼拜才和大清朝共台展现团结的气势。即马风声讲，下礼拜四就要宣布副手的人选，蔡老配会确定成型，嘛得到独派的支持。我一直说过，这是总统绝对的权利。标准答案，他会在适当的提出最强的人选。那你觉得礼拜四是适当时间？我现在比较担心是礼拜3中执会的事情，礼拜4的事情我还没有办法去担心那么多。杜英泰无法度正式蔡老配宣布的时间点，但是表达烦恼下礼拜3的中执会，因为部分区立委名单就要出来，但是立法院院长苏嘉全煞表示讲，伊嘛不爱接受部分区，互人讲是想要换伊的孙仔苏进清投入名单。杜英泰表示，这件代志事关重大，必须要经过提名委员会做伙讨论。看起来部分区名单的车拼阁还未完全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这2天拢去到新竹造势，不过用着平民的形象来拼选战的韩国瑜，所向亚康讲，伫咧做北农总经理以前，伊无透露期间开了7200万伫咧台北市买厝，平民的形象敢会受到迫害呢？韩国瑜下晡也来买回讲，伊是靠贷款来买厝，是一件真单纯的代志，该打厝也已经卖掉啊。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倾听之旅，车到到新竹市一路车受到支持者欢迎，要拼客家增选票，不过因为媒体标出韩国瑜伫2021年开7200万伫台北市买豪华主体，比对手电影批评署名形象破灭。韩国瑜下晡亲身白会表示，这只是单纯向银行贷款买厝，无特权，而且伫2014年已经了钱卖出去。买房子，银行贷款，然后因为实在是太吃力了，没有办法再缴得起，就把它卖掉。这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事情。我再重申一遍，我不是拿7200万去买房子，是因为没有这么多现金，所以去向银行贷款。韩国瑜受访时一再强调，买厝是绝对无啥物特权。韩国瑜回防豪华主体议题所带来负面攻击。另外一个抢地区选票甲连连应付副董事长选民的闭门会议，韩国瑜表示，这场会面真有帮助。觉得这一段时间，好像政府对高科技产业者的需求，好像照顾的比较不够、不足，他希望能够加强。他讲了很多点，我觉得对我来讲帮助很大。韩国瑜除了除了去科学园区以外，还佫甲新竹城隍庙拜拜，中昼佫伫城隍庙边食卤肉饭甲国丸汤，拢是受大批支持者欢迎。按算测试，会伫新竹县市继续伊的倾听之旅。记者综合报道。
2020年总统大选有风声讲，民进党会在后礼拜可能会宣布蔡赖配。台北市长郭文哲捌讲，赖清德是伫咧党内初选互创掉的。其他日，伊搁再讲，若真正是蔡赖配，就表示伊互创入来的。另外，台湾民众党不分区名单确定会填满34席，20席会用海选的方式，按算在后礼拜会来公布名单。2020大选就要到啊！风声讲后礼拜四总统蔡英文会宣布蔡赖配。台北市长郭文哲进前捌讲，赖清德伫咧初选的时阵是去互做掉，即阵民进党搁再杀出蔡赖配，透早郭文哲是算赖清德，其实是去互逼正做副手。他就被做进来了。有时候被做的意思吗？有时候是做出去，有时候是做进来嘛。这个除了蔡赖配备受关注，各政党无分区的立委名单也得要出来啊！台湾民众党无分区的名单确定要提34席，其中20席会由海选来竞出来。那部分名单也提早公布，包括独将青龙、翔奇联盟第创办人江雄钦，还有金曲奖台语歌后江惠琪等人。我们跟他 interview 不是因为他是金曲歌后，是因为他是中华电信的工程师啊。所以还没确定啊，这还在，我们还有第二轮的那个 interview。已经公布的名单包括郭新北、蔡碧如、孙智丽、陈志如、房启干、杨朴瑜等人。另外，亲像台北市政府劳动局赖松莲、副秘书长陈志明等人，同款被列伫咧积极征询的名单之内。另外，对亲民党党主席宋楚瑜有意思第5届投入总统大选，郭文哲和宋楚瑜的竞争关系，是毋是会冲击到民众党无分区立委的席次？郭文哲表示，这真歹讲，不过伊强调会使体谅宋主席，只会当讲互相谅解。记者阿敏珍、陈国水台北报道。联合国发表上新的研究报告，讲到美中贸易战害到这2个国家出口拢变歹，颠倒是台湾成做贸易转移上大的得利者。美中贸易战开始到即阵已经有16个月，全球经济景气嘛连带受到影响。联合国发表上新的报告指出，美中贸易战了后，敢若今年顶半年，美国对中国进口的商品就衰退至少25%，总共减少350亿美金，其中210亿美金转向台湾、墨西哥和欧盟进口，其他的140亿美金有可能由美国本土制造业者供应。If the trade war, the longer the trade war goes, the more likely that those losses and gains will be permanent. 报告指出，美中贸易战互相提出的经济制裁，唔但伤害双方，对本土企业嘛造成真大的冲击。在这两强对战贸易转移之下，得到上最好处的就是台湾，因为对顶半年的数据会当看到，台湾对美国出口比去年同期增加42亿美金，差不多代表1275亿。品项大部分是办公室和电子通信相关的设备，是贸易转移上大的受益者。过来就是墨西哥。贸易战里面，我们台湾其实真的是一个受惠最多的国家。伺服器、路由器、网通设备等等，那这些部分由台湾制造出口的部分呢，确实得到很多美国企业相关的青睐。进一步提高到这个25% 的关税之后，对于台厂来讲，其实考量到关税成本，就已经开始移动产线，有助于带动我们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一个表现。学者表示，早伫咧去年下半年都已经考虑到关税成本的问题，不少台厂都已经开始移动生产线，而且对4G 进入5G 的市场了后，包括资料中心或者是电信端对网通设备的需求，拢会大大啊提高。伫咧多元生产基地布局之下，美国市场的订单有可能继续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受到中国的打压，台湾若要加入国际组织，有影是真困难。外交部长吴钊燮也表示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中国已经是成员国，台湾要加入的几率无悬。另外，由日本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需要等4个原始成员国批准加入了后，台湾才有机会提出申请。我们参与 CPTPP 的机会有几成？这个是步骤的问题。那去年部长就不要讲这种话，那5、6成的机会。但是我们因为去年10月份，经济部长沈荣伫捌红声强调，讲政府已经拄3个方向来拍拼，要争取下太平洋共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预计加入成功的几率会当到5成至6成，不离过一档的时间已经过啊，要是无进展。
那如果中国不阻挠的话，可能我们就有100%的机会。还有4个会员国，他们还没有进行国内的批准，他们没有开放其他新的这个会员国的加入，跟这些既有的这些会员国去展开非正式的双边的磋商。那我们都在积极的进行当中。伫咧美国宣布退出 TPP 了后，佫捌引起尊贵的争议。不过，伫咧日本积极的领导之下，换名做 CPTPP。目前会员国包括澳洲、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新加坡、越南等等11国 ，GDP 占全球13%，市场的规模真大，毋但有关税优待。终端产品各有原产地规定甲限制，未来可能会变做 CPTPP 新形态的供应链，对毋是成员国来讲，会是一个大挑战。外交部长吴钊燮强调讲，若是要加入去区域全面经济共伴协定 RCEP， 不如来加入去 CPTPP。这个机制对我们台湾来讲，并不是一个友善的机制，因为中国已经在里面了也因此在过去我们没有办法去参加。那我相信在未来要参加的这个机会也并不是很高。但是对于其他的区域经济整合的这些机制包括 CPTPP， 我们台湾都会认真的来参与。毋过有民进党的立委认为，无论是要加入去 CPTPP， 或者是甲台美签双边的 FTA， 其实拢有贸易的障碍，包括开放美猪甲日本核实等等的问题。若是台湾要加入，可能就要全面开放。政府需要做产业冲击的评估，而且佮要把关食品的安全机制。那安尼加入去国际贸易组织，才袂来出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10月初3，伫台中大雅发生火灾的违规铁厝工厂，害死2名消防队员。这间工厂也予台中市政府罚，也爱因关起来。不过在日前有民众检举讲，因的集团竟然还阁伫咧开店，而且在今仔日就是罚款最后期限，12万的罚单拢无去纳钱。台中市都发局也表示讲，无排除会强制执行，也会对这间公司的其他店头进行稽查。火车进出厂房，工人无应将无收到关不了退货。后边就是顶个月初3，消息2名台中市消防员的违章免税换伫工厂，事发到即马1个月，工厂计调无承认，还阁继续营业的拍算。这边有一件部分无收到迄啊，即马就拢厂商来咧带转的。哦，是哦，是毋是另外我找所在来做？无做啊，拢收掉，拢收起。人工嘛对个。这间公司其他营运店火车也是继续在关不了到门市，员工无用搬回入去仓库，火车顶管故意将公司军用名字挂乌，毋过这都是违章铁片工厂，涉单负责人太太挂名经营商行，对纠正员工不愿意说明。有解无解，阮是较无了解，因为迄嘛是头家咧。我知，头家敢有来过？头家最近咧处理这离美国个嘛，处理个真侪。顶个月初3，台中大雅违规铁片工厂火警，造成2名消防人员死亡，也烧出农地违法使用问题。涉单的负责人有2间违章工厂，违反土地分区使用管制规定，总共被罚12万，同时被命令停业。伫查到最后截止时间，台中市都发局依然无收到罚款。在大雅区的这个都市农业计划区里面，依法是不能有工商行为的。那诚如大家都知道，他们在里面有工商行为了，所以我们依照法律来进行开罚。台中市政府表示，厂商超过期限无交罚金，会强制执行。不过违法的是，农地上的铁片工厂针对某公司甲其他营运地点，依法依然是合法经营，会启动联合稽查，确认是毋是违规，确保同款的意外未个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伫咧顶个月有一站火灾，造成1个人死亡，1人来受伤。所有一位查甫的消防队员，互同事亚康讲，伊用惊火做理由，唔愿意甲大家入去拍火。这款情形已经几多年啊。市长黄伟德甲消防局拢表示讲，已经交予考证会来做调查。消防人员采推拄2楼入去现场来拍火。台南安南区安中路顶个月，这件火灾造成1个人死去，1个人受伤。但是有消防员指控，伫大家无用伫救人的时阵，一个查某的消防员所不愿意入去火场。这点对我们来讲是听所未听、闻所未闻，觉得很奇怪的事情。总不能来到地方就可以一副这个要当万年太平官的这种嘴脸。我们觉得其实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考绩。
市长这消息认为消防人员用警火抹入去火场，真正是透死人捌听过。消防分队迄当阵嘛，甲事件停报处罚。消防局证实，一个查某消防员伫外县市调来台南已经20多天，原本是担任内勤的工课，毋过四界投诉讲工作的分配无公平。15年以来，换5个单位无内勤单位加收，5年前启用调去外勤的分队，毋过表现也是同款无好。严重的话，我们以考纪会来处理，包括那个记过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话，就可以报工程会来做一个淘汰。他不愿意做回应啊，他有跟亲子反映了这样子。查某消防员无愿意对外来说明，消防员权益团体是认为消防工课有危险性，若是对外安尼不爱做代志，会去害到其他的人有危险。他光是不进火场这件事情，我就可以把他依法论处啊。他这个绝对不是这种一支申诫可以解决的。平常的一些表现，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那为什么体制不用现有的管道？消防局还未确定讲，敢是会当甲这个查某的消防员换掉。不离个促进会批评讲，若是讲这侪年的问题，到今年才要来开考绩会，敢是要检讨后壁的原因。还有消防局敢是想过头简单，就甲代志转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顶礼拜，台北市劳工局公布自治条例，未管理美食平台外送业者。不过外地外送员也希望讲法规会当全台湾拢通用。劳动部长柯明春也表示讲，中央政府未承责任，未来这案法也会修法，会要求业者爱甲外送员来投保。爱2岁的囡仔伫美食外送平台派单热点等工课来，感小姐加入外送员只要半冬咯，感受到手段压力会影响到行车安全，嘛希望雇主会当紧替外送员投保。很希望啊，不然我们跑 Uber 都没有什么保险，对啊，我们跑得要死要活，现在客人就是一直催你之类的。顶礼拜台北市劳工局开出头一称，公布管理自治条例，强制外送平台的业者爱替外送员投保意外险。台中市劳工局嘛对外表示，会赶紧建议订定自治条例。不过新北市劳工局和基隆市社会处拢讲因未制定，应该由中央统一规范，照同款的标准。所以，就基隆的外送员认为，同款拢是劳工保障，确实有差别待遇。我当然觉得是不公平啊，因为所有每个国民有工作的话，都应该有个保障。那我猜可是有点像是在要求，就是中央机关单位要更快的去重视这件事情。面对地方政府回应压力，劳动部敢会制定统一的规范？部长柯明春表示，中央未规避责任。未来我们会在修订治安法来就外送员的一个工作安全的保障，我们会要求平台业者要来落实那要帮这些外送员投保。这案法也未修法进前，台北市以外的外送员要安怎面对空窗期？基隆市外送员只甲工会指出，除了会当透过因工会家己出钱投到健保，工会嘛有规划商业意外险，逐个月缴150块至200块，会当得到医疗给付等等的保障。不过桃园市当咧筹组的这家工会是认为，甲投保成本转互外送员承担并不合理，呼吁中央爱赶紧对着地方的脚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福建。全球有153个国家，超过11000名的科学家，伫咧切合联合发表气候紧急状态宣言，呼吁各国政府爱减少石油加涂炭的使用，甚至也爱控制人口的成长，也爱鼓励民众肉爱食较少哩。川普伫做美国总统无偌久，就表示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因为这项协定限制石油、天然气加燃煤使用。川普政府认为，这使美国产业伫国际市场上面对开发中国家，涉及劳工的无公平竞争。川普政府除了批评欧洲国家的减碳政策无实际，也将造成美国国内电火钱大起，源自奥巴马时代氢气电力计划，以无半预算的方式，让这项政策行入历史。I canceled the so-called Clean Power Plan and repealed Obama's federal coal moratorium. We're putting our great miners back to work. 对川普政府的行动，真济主要国家甲国际组织都表达遗憾。我们希望美方能够多一点责任和担当，多为多边合作进程贡献推动力，而不是增添负能量。
美国正式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期间，全球153个超过11000名科学家7日联名发表气候紧急状态宣言，呼吁有关国家马上采取行动。科学家引用的新研究结果指出，测量全球暖化并只是直接测量地表温度，而是必须包括人口甲家禽家畜数量成长、平均每人肉食消费甲树林覆盖率等指标。科学家提出的行动方案，首先当然是减少造成碳排放的能源消耗，除了呼吁每一个国家改变经济发展形态，提升风力、太阳能发电等再生能源，也主张必须提高石油、天然气、甲燃煤价格，必须关价，予大家减少使用量。另外，科学家也主张控制人口成长，同时鼓励减少肉食，增加森林覆盖率。按过美国川普政府都真侪摆指出，调悬特定的能源费率一定引起民怨。法国小几个月黄价抗争，就是上好的案例。控制人口成长，鼓励食素救地球的讲法，因有偌济人接受，佫有待考验。记者综合报道。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空气污染危机，虽望讲这几日有较改善，当地学校也恢复上课，不过对身体也是同款有败害。学生挂嘴嗡也无要上体育课，民众不满政府拢无伫咧注重人民的健康，也就了街头来抗议。印度新德里首都圈的学校因为空气品质伤歹，停课几日天了后，伫初六复课。当地美国大使馆即天测到 PM2.5 的浓度，已经对上严重的时阵飙破500的红色警戒，转来到200左右。但是嘛是远远关过60的正常值，是对健康有害的范围。街仔路阁是拢大忙，大多数的学校嘛是暂停户外活动的课程安排。हमें मास्क इसलिए लगाए क्योंकि पॉल्यूशन के बचने से। 连日来空气品质真歹，互新德里2000万的居民袂输住伫咧毒气室内面，心肺、呼吸道和目睭无爽快的患者增加，老人甲慢性病患者死亡人数拢升悬。初五有几十个小学生去印度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的外口抗议，阁有上百个人去首都地漂印度门的头前举牌示威，为社会人士到各级学校的学生共声抗议政府无认真解决问题，放任排定节放炮啊污染空气，大声喊讲。甲喘气的权利行运。The body, the eyes, the headache. We can't go to school. We can't meet our friends. We're trapped in the house. What kind of a life is this? That makes us very angry. Actually, the government is not taking any step on this. The government should totally ban the crackers.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something about the air pollution. But the government is not taking any step. 除了排定节之外，造成印度每一年寒天的时阵严重空气污染的原因，佫包括农民放火烧已经收成过的麦仔田。伫咧环保人士တင်情之下，印度最高法院已经下令，新德里四周边各省需全面禁止这种行为。其实火警自本就是违法的，但是印度农民无其他的方法，因为生产者买袂起自动化机具，为着要种地，只好放火来烧，若无法度种植，共款的活袂落去。记者综合报道。第二个反政府示威已经3礼拜了，不过第二总统伫咧测试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强调讲伊绝对袂落台。另外，玻利维亚总统大选防做手的争议也是小媒体。虽然讲验票结果要到11月中才出来，不过反对派的示威是愈来愈激烈，要求做票来连任的总统爱落台，而且顶部警察也发射催泪弹驱离示威者。抗议玻利维亚总统大选涉嫌作弊示威成结，几大千个民众初五暗伫咧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的街仔路，提铁帮做盾牌花口互抗议，顶部警察发射催泪弹驱离，有示威者甲催泪弹捡起来牵倒转去。El respeto constitucional ha habido fraude. Pedimos nuevas elecciones. Pedimos que se vaya Evo de una buena vez, por Dios. 今年60岁的玻利维亚现任总统莫拉里斯，伫10月2日的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以10%的差距领先主要对手梅萨，但是计票作业捌中断用要24点钟，结果拄好达到唔免进入第二轮决选的核定。反对派指控这根本是乌箱作业，要求爱定举行大选。美洲国家组织当咧进行验票，按算11月中进前结果会出来。莫拉里斯呼吁选民等待验票结果，但是反对派领袖卡马丘不断发起集会抗议。佫呛声讲，已经帮莫拉里斯假使这批拢写好势。Al presidente que yo personalmente le voy a llevar esa carta el día de mañana a la ciudad de La Paz.
共款后民众要求落台的智利总统皮涅拉，初时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专访的时阵表示，绝对袂因为反政府抗争轻视。These problems have been accumulated for the last 30 years. And you're responsible for some of it? I'm responsible for part of it, and I assume my responsibility,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智利示威近一第三礼拜，这几天逐天都有真侪民众伫首都圣地亚哥意大利广场示威，和顶部警察爆发冲突。初时传出至少有6位警察受伤，其中2名员警和不明人士牵起油弹，并严重受伤，目前搁伫病院急救。当地媒体上新的民调显示，皮涅拉的支持度已经到13%，将近90%的民众要求进行宪政改革。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香港的议题。中国管理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昨日接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韩正也讲，中央政府是对林郑月娥真信任，也讲止暴制乱是社会上大共识，也是政府机关共同的责任。另外，香港立法会建制派议员何君尧说，互民众来攻击，嫌犯的动机是啥？过来调查。受到反送中运动的影响，真侪香港人打算要移民。文化类似的台湾，算是正做第一优先的考量。其中透过投资移民的人数，正月到9月甲去年的来做对比，人数是起码3成外。不过投资移民经济部投审会拢爱审查过，若阵投資計劃無明確，就會甲因摕登去。你都知蕭太申請咗移民去台灣啦，我一路咧都係彈弓手嘅，其實係我真係簡直係去到係即係欲哭無淚嘅境界，即係而家咧就係想唔走咧都唔得嘅，呢個係。香港真有名的時事評論員蕭玉元，正正伫咧網絡節目當中宣布，會伫年底甲因某搬去台灣。自6月份香港反送中的抗爭以來，愈來愈濟香港人移民台灣。根據移民署的統計，若是到9月份，香港居民來台的居留許可人數總共有3109個人，甲去年同期比起來是成長要28.7%。敢若是9月份，就有882個人，等於講是每一天有平均要30個人來申請移民台灣。我呢個決定係喺8月12號嗰日做嘅。嗰一日發生咗咩事呢？就係有一個嘅女醫護人員，佢俾人哋射爆咗隻眼。因為抗爭的事件，嘛有真濟香港中生代移民台灣，真有名 YouTuber 伊狗，就是最近移民台灣的，而且喺網絡面頂翕一系列教學影片，伊就是上陣投資移民。而家你做投資移民，你過去係做老闆而唔係做員工，所以千祈唔好揾工。根據移民署統計，目前香港移民台灣主要是以前居留超過2成，第二個是投資居留，今年1月份到9月份一年的增加率超過3成。不過投資移民規定除了金額600萬的戶定以外，投資的部分必須愛是開公司，主要是對實體經濟有幫助的。那投資計劃如果不明確，或者是對我們的就業沒有具體貢獻的案件呢，我們也會要求提出更明確的投資計劃，來避免假投資真移民。投審會強調講，最近網絡風聲講600萬買厝，地當來台灣移民是唔對的消息。香港、澳門居民來台灣投資的項目，無包括單純買不動產自用。另外，富民標的投資的項目，嘛包括運輸業，嘛禁止香港人投資。記者綜合報道。頂新節郵政董事長魏永昌，互指控伊指示下邊的人對越南進口無符合標準做油的原料來到台灣煉做咱食的油。二審也用到違反食安法定罪，判刑15年。在今仔日最高法院判決部分罪行確定，合計要關5年9個月。魏永昌因為偷濫油的事件，被關2年。去年底假釋出獄，打過牽涉到頂新買油案，被最高法院判決有7項罪，攏袂當改用罰金來處罰，合計要關5年9個月。其他45條罪也發回更新。最高法院也已經通知檢方對魏永昌啟動封道機制。台北市議員區偉傑有一個身份，也就是網紅瓜子。伊甲其他的網紅，親像是視網膜頂人要做一個政黨，或者是歡樂無法黨、歡樂無法黨。也因為區偉傑佇咧網絡頂頭有才調號召少年人，也隨引起關注。今日推出立委參選人咧，伊本人表示講會甲無排除甲理念相同的人來合作。
不当招台北市议员嘛是网红的歌姬区威杰，和知识型 YouTuber 志基77，初六下晡做伙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共助欢乐无法党政党，嘛已经交对政府提出申请，按算11月14就要办政党大会。现在台湾这个关键时刻，就我们想要站出来，我们不期望能够让城市发大财，能够征服宇宙，但我们很在乎的是民众过得快不快乐，然后他们的笑容是什么。莫忘世上苦人多，就是每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呢，我总是会想起这个市长的谆谆教诲哦，所以我们期望能够运用我们自己的影响力做一些事情。事实上，就伫初五暗冲动的消息出来了后，区威杰的面册是有真侪网友填写党员申请，目前差不多700位民众申请加入。区威杰表示，欢乐无法党的宗旨就是希望台湾每一个所在拢真欢乐，民众不时拢欢喜，因为党员多元化的原则，温存相同党籍，佮注明党员或者是核心党籍干部聚会应该要有酒、饮料和洗手啊。若是组党了后，是毋是会杀入位参选人？区威杰讲，无排除和理念共款的参选人，或者是其他政党合作的可能。台湾绝大多数的政党其实都是刚性政党，所以他们要加入我们的话，我们没有排斥他，但他们要先退出他们的政党才可以。我们不排除跟任何一个觉得理念相近的这个政党合作，就算是亲民党，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可以跟他共同推出这个总统候选人嘛。成立政党了后，未来两间的主张，区威杰表示，过去伊捌互人打标签，但是不管从事任何头路，拢毋是其他人的附属，只要人民欢乐，行家己的路就好。记者综合报道。铁单大车拼，台湾一定赢。台湾队这回伫咧12强预赛比赛，伫咧昨拍败波多黎各，在今日暗时对阵委内瑞拉，目前拍爆第4局，比数是0-0，非常的紧张。台湾队内面的江小庆、吴志伟伫咧美国真侪年，因拢真熟悉对方的步数，也甲伊队员来分享，咱也做伙来替台湾队加油。6-1拍败波多黎各，中华队有赛开红盘，向全场11000多名观众碎土下，先发的江小庆展现压制力。其实没有特别注意球速，就是我的完全专注在打者身上，所以有没有吹球速，我已经尽力了，对啊。展现一副动观气势的江小庆讲，只是专心解决每一个打者，中间的配球引导帮助真大。就花一些时间去做一些清澈的资料，然后去让我们自己蹲的时候有想法，可以在配球这部分，然后投手来这里，然后他有他的想法，然后可以告诉我们，然后一起互相去了解，然后去彼此互相帮助这样。江小庆甲张振定演这么顺利，除了教练团进步收集成功，也有伫美国真侪年，对中南美洲打者了解，因将这经验，甲其他队友讲，尤其是第4战先发的张hiệu。因为他们喜欢打直球，不是吗？用速差来跟他们搞的，就玩他们吧。说新一代的棒球来说，对，没错，我们会尽量把速度丢得越快越好。但是光有速度没有控球的话，在更高的等级的比赛里面来说的话，是没有办法达到很好的效果。甲强打者拼速度无一定优势，第一场赛事江小庆都无特别吹速度，以控球主宰比赛，这是结婚以来教练团提醒。投手一直咧做的，就是将顺手武器保持伫上好的状态，上场正常发挥来完成任务。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立联合病院企业工会初六下晡伫咧仁爱园区进行快闪活动。工会指控讲，院方在今年6月以来继续减少奖金的发放，讲是有了钱，却唔愿意提出相关的资料。面对着这款情形，院方也解释讲，应该互员工的薪水绝对袂减少。不过，若奖金要来发放，若准出现了钱无趁钱，就无法度发放奖励金。手提标语要求院方出面处理薪水争议。23日，台北市立联合病院的医护人员穿制服，初六下晡伫咧仁爱园区进行快闪抗争，指控院方伫今年6月份开始减少发奖金，伫5日节月绩后，还佫有中秋奖金。台北市联医企业工会指出，员工领薪水平均减了1成，批评院方讲，去年了要4.8亿，啊，毋过全年总营收要到7.2亿，是创新高。像我去年中秋大概就领了5000多块，今年我只领到600多块。对啊，这样的幅度其实差很多哎。对
对啊，甚至有其他员工可能去年是领到4、5千块，他今年甚至只有领到17块。工会不满，医方无要公布了钱的部分，要求公开医疗甲业务成本的项目。台北市立下病院副总院长黄尊成出面解说，因为当年营收营业数目无共，当然嘛去影响到奖励金的提拨。所以嘛强调讲，在台北市长郭文铁的指示之下，连续6年调薪水绝对无亏待。如果倘若我们这些放到成本里面，基本上收入没有办法这个大幅度的提高的时候，其实它反而是使得奖钱剩余更少，所以提拨的奖金会再更少。若是工会提出心理转移35亿，因伊的绩效评估小组从来毋捌公开，根本就无做到员工参加。对这个代志，医方表示会继续来改善，嘛开放基层员工来参选。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来，国内健身练金马的人是愈来愈多。若准是注重伫咧顶半身的训练，却无练对心血管有帮助的下半身，血管硬化的风险可能会增加到2倍外。医生也建议讲，运动爱专心，姿势爱正确，才是真正对身体有帮助的。最近这几年，国内运动健身是真死行。台湾科技大学上新的调查发现，有超过一半的大学生有重量训练的惯势。不过查甫甲查某训练的所在是真无同款。查某大学生较注重下半身甲核心训练，是查甫的是较注重顶半身。不离个对心血管较有帮助的下半身训练，若是完全无得练，潜在血管硬化风险可能会增加2.2倍。它会分泌支连素，那支连素它会启动一些抗发炎。还有对抗胰岛素阻抗，所以它就在这个第一段就帮我们保护掉。另外，健保署大数据分析也发现，65岁以上的老大人，查甫阿妈棍动脉埋葬硬化流行率是49%，查某超是33%，拢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危险群。值得注意的是，最近4冬以来，全台湾心脏中风送病院的人数成长2成5，其中有1成3年岁无到50岁，有少年化的趋势。跟我们生活形态呢，它是有比较有关联的。像比如说你的饮食哦，那你是不是有正常的一个像运动？那这些实际上都可以减缓呢动脉粥状硬化一个产生。医师提醒，透过专心性的阻力训练，譬如讲骑马式，动作若是正确，就会当提升心血管的健康，还有降低动脉埋葬硬化的风险。尤其是老大人，每礼拜上少做2届，一届半点钟，唔但会当训练体力，嘛会当维持心血管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囝生少的问题，有真侪大学拢有招生的压力，亲像这个无学生连带学校边仔店家也受到影响。亲像真理大学台南的麻豆校区也迁到淡水区啊，学校边仔店家是冷冷清清。伫咧咸水的南营科大，明年2月也要来确定停班，一寡厝头家也受到影响。今日起，伫麻豆的真理大学，就要看无就业学生，甚至讲到连大门的警卫室嘛拢撤掉。真理大学麻豆校区徛伫地远22栋，因为小子化的影响，学生人数减少，校区嘛只敢剩10位硕士班的学生，未来嘛不再招生，所以校方不得不迁回台北本部，这嘛连带影响到附近的商圈。以前那么多人，以前光这边早餐店就5、6家嘞，100个是学生啊。现在都没有学生了。卖鱼的这边住户啊，还有工地的人。差多少？差超多的。16现在超少的。伫学校边仔的大学城商圈，为着因应学生的生活机能所产生的。但是这几天来，学生减少，规个商圈无啥物人。除了少数几间仔店搁伫咧动，真侪厝拢打出要洗人，也是要卖人的广告。迄阵拢爱搁再提早订，伊也想即学期要毕业啊，后下学期就订起来放啊。即阵来想咱就咧估价啦，对，就差别改济啊啦。外面来投资，投资租互学校，租校去经营，画的是商家，这边校经营，这边是为家己商家家己来经营，非常少，真少，无介济，学生无啊，所以伫市区租无厝的，倒来遮。当地里长讲，毋望政府甲学校做伙合作，会当搁互商圈收入。但是现实上确实是真困难。台南咸水的南营科技大学嘛是同款的情形，尤其是今年互教育部要求停办，明年2月初1确定停办，今日4点后，附近的商圈有可能拢会受到影响。对大专院校一间仔停招，这种情形未来恐惊阁会继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推广西螺在地生产的乌豆仔和黄豆，西螺镇农会也配合大仓粮计划，小连续安排真侪活动，互毋捌入过灶卡学生对产园行到生产工厂，也亲身落到灶卡，结合食农教育加创新的观念，将优质在地农产品要推广出去。云林西螺镇的农会将在地生产的乌豆仔和黄豆，配合行政院农委会大仓粮计划，将大粒把甜又个真金骨的豆仔，对生产到加工的农业知识，透过趣味活动，一点一滴讲互学生囡仔知。田间开始对于管理对于开始这个生产的过程做一个讲解，然后呢，到最后就讲收成了。咱没那改，终于变做是一个创意料理。然后等一下，我们桌上都有擀面棍哈，你就把它擀平。学生囡仔行过豆仔田，也行入灶卡，遵照着老师的指示，也将豆仔粉研做归圆。农会的职工妈妈也无用气气，赶紧准备青草的配料甲酱料，好吃的乌豆面就要出炉咯。原本黑豆只能做黑豆浆、酱油，那我们后续衍生成豆腐、豆皮，那黑豆饭、黑豆猪脚，让这些学生知道说黑豆的多样化。虽然有的囡仔是脚打手打，唔捌是灶卡，不过透过新路教育课程，也互学生囡仔亲身参与制作，知影食的物件是对倒来，生产过程伊拢会知。农业知识的业绩，也看到做事人对土地疼爱甲关怀。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邦寮62岁的蔡玉生，种木年超过20年，也是屏东上界早，而且是规模上界大的木年花田。上界趣味的是，伊种木年唔是要卖花，是要卖伊的枝叶啊，食做花篮花裤的素材。蔡玉生和伊太太，逐工透早5点外就到花园来做事，并且逐工拢卖1000多支的木年花叶，予全台湾的花市。看过去几片青，唔知影的人有可能掠准这是菜园，不过其实这全部拢是木年。木年的叶啊，介好用，伫咧插花时阵是介成人目有加分的效果。专门顾这片花园的蔡玉生，今年62岁，伊和因某即阵就拢靠这的叶啊趁食。农场现在目前的经营，是6分地，然后我这全盛时期大概在2甲左右。屏东邦寮的农民大部分种爱文、稻仔和莲雾较侪，真罕得看人种木年。即阵只有蔡玉生和朋友2个人伫咧种。当初时，伊想要种兰花，不过因为规模较小，无法度和大企业竞争。落尾伊发现木年较少人种，绩效也较稳定，所以转开始种。它市场比较小，对于我自己的资源来讲是比较吻合的。然后如何去做好，继续永续的做，就是你要对这一块土地的一个关心，你要爱它。木年一年四季拢会使采收，蔡玉生翁仔某逐工透早就开始无闲，一工差不多出1000支左右的叶仔，互台湾各地头的花市。翁仔某共心打拼，行出家己另外一片天。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思乡记用月琴来唱歌诗，在屏东恒春半岛歌谣节今年头摆推出舞台剧，而且也阁有精彩的老调新唱民谣歌演，会当互少年师傅加这的民谣老师傅做伙来共同表演，互传统音乐有新的生命。坐伫咧医疗啊，阿嬷弹月琴，少年人以吉他甲非洲鼓合奏。另外一边伫咧录音室，也各位无共领域甲国家来的音乐创作人，因是前一阵仔伫咧恒春半岛歌谣节，结合在地声音和少年新生命的老调新声表演团。老调也是都还在，也不会跑掉了。只是中间会加一些很嗨的歌曲这样子而已。年代无同款。一定爱互这少年有去接受，那这个民谣唔叫我头通继续传落去。少年人含伫咧地方拍拼真久的歌手，甲长辈，甲传统乐器，含60、70年代的 rock 音乐结合做伙，共同创作，大家心肝内是拢真欢喜。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是，因为像阿妈他们本身就会唱民谣，我们没有办法唱，
可是我们会写新的东西，跟阿嬷来一起做搭配。表演传统的民谣之外，我们应该加入一些新的东西，让孩子、让年轻人觉得，我的民谣是活的。结合世界音乐、台湾民谣，还有半岛自然地景的国际艺术节——半岛歌谣节，希望透过音乐结合生活，甲无同国家对土地的爱串联做伙，也让这传统乐曲会使继续创新甲传唱。记者综合报道。对高雄发迹的青地乐团，这4年来，一群少年人将因身躯边所看的改变，写作一首关怀家乡的歌曲，引用温柔的声哨，也来表现给大家知影。公司大期待青春咱的梦，伊嘛暗时10点，带大家来看因的青春美梦。青地乐团一向拢正关心土地，但是和过去直接的文字无同。经过2档的磨练，伊嘛变得愈来愈定着，对身躯边的事事行行有搁较侪想法。较大汉了后，可能伫咧写歌顶面就较有转变安尼啊。毋过对社会的关心，对环境的关心，我感觉是无变侪嘛，无变少的。主唱10是乐团主要的词曲创作者，青地乐团这个名，伊讲其实嘛是因为对环境议题的关心。听到阿嬷讲的故事了后，就感觉足感动，所以就把这个感觉写落来安尼。譬如讲，因咧青春的期间，其实有介侪故事，毋过即马你就变一片货柜区了，其实你会感觉足感慨。目前乐团的成员分别住伫高雄甲台北，因为表演定定国内国外世界奔波，但是对因来讲，伫对表演舞台大小拢毋是上重要的代志。认真甲每一场演出做好好势来，才对得起歌迷，对得起家己。就是尽量表演好啊，平常时加练啊，就是阮就是尽量做甲上好安尼。一般来讲，独立音乐的资源一向唔是介多，佮较免讲是台语乐团。不过面对未来甲市场，青地有家己创作的铁盒，会坚持家己的理念，勇敢拼落去。记者陈怡真有严总采访报道。咱也来看明仔载气象。北部地区为19度到26度。中部地区为19度到30度，南部地区为21度到30度，北部地区为20度到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为19度到26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瓜地马拉看因的亡灵节，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马仔同一时间再会。